紅外吸收光譜分析液體樣本。將一滴樣本液滴喺一塊溴化鉀圓片上邊，將另一塊溴化鉀圓片放上去，令到兩塊圓片將樣本夾喺中間。將兩塊圓片用固定器固定位置，將螺絲小心扭緊，注意力度要均勻，否則會弄斷溴化鉀圓片。將圓片連同固定器放在紅外線光譜儀嘅樣本室裏邊，將樣本室閂好，最後就可以做光譜掃描啦。